参与到这场的竞牌娱乐的吼，咱是来看表演，来请大家来参加竞牌娱乐。 咱伫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咱要创啥物？欢喜迎新。最近主日的圣经在学一首诗歌，讲伊的歌名叫做《赞美的孩子最喜乐》，来意叫做俄罗的囡仔上哪上喜乐。咱若讲真心对人俄罗的时阵，请问你的心情会足快乐，还是足艰苦的？足快乐的对无？啊，若今仔日你互人俄罗的时阵，你的心情会哪愈快乐对无？毋过啊，我所看到的咧吟诗俄罗的时阵，咱拢无真快乐呢。为虾米？ 因为虽然咱的嘴讲平安，总是伫这时阵，我相信你的心内你有我讲，侪恶当等的事刻在你的心内。而且大家，只是把这个代志拢交出来，互咱的上帝，咱就安那全心来敬拜而乐，因为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咱要安那欢喜迎新。大家来唱，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。大家唱出最好啊！这是耶和华，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。 手照顾伊的细囝生活一切，伊的细囝开始学行路的时阵，伊会用手牵伊；伊的细囝咧艰苦的时阵，伊会用手来安那来笑笑；伊的细囝若表现了足好的时阵，伊会用伊的双手来讲：哦，你足赞！总是嘛一双足奇妙的双手，伊用伊的双手加做做思念，伊用伊的双手为咱每一人祝福，伊也用伊的双手为咱祈祷。 甚至伊也用伊的双手，伫十字架顶为咱受定。虽然咱捌看过这双双手，咱嘛永远袂看到。总是这双双手要带咱每一个人的人生，行过黑暗，经过苦难，进入光明的生命中间。也请大家咱三个用双手来唱这首奇妙的双手。 我
只有你是我的心所爱，我希望来敬拜你。你是我的力量敬拜，我的灵我都要下服于你。只有你是我的心所爱，我希望来敬拜你，那落希望开始。主啊，我心里我的亲像落无溪水，只有你是我心所爱，我希望来敬拜你。你是我的流明白，我连路都看我你，只有你是我心所爱，我希望来敬拜你。主啊，我心里我的亲像落无溪水，只有你是我心所爱，我希望来敬拜你。伫咧你痛苦无年时阵，贾博士这位足有名的企业家，伫斯坦福大学迄年的毕业生，伊甲因分享的时阵，伊甲因讲一句话，这句话叫做 "Stay hungry, stay foolish"。伊甲即群足好的学生讲，你毕业了后，你永远安那对着学问，你安那求知若饥，虚心若敏。即句话真正意思是要甲咱讲，咱每一个人拢爱了解到，咱家己是遮尔啊微细。即个世界逐工拢在变换，准讲咱若无对咧学习新的物件，真紧的，伫咧5年内，咱即摆所在一切拢会变做虚空。所以，伊讲咱每一个人都爱一粒谦卑的心，甲着一粒渴望的心，去学习新的知识，甲新的才华。伫马太福音第5章第30到12节，主耶稣甲天国上好的福气，咱叫做八福，已经甲咱讲，八福内底讲，心内颂扬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天国是因的；腰嘴焦羡慕伊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因会得到帮助。茫咱每一个人伫咱的生命中间，这个信仰，咱对这个信仰的态度，就会当亲像是一句话，永远是 stay hungry， 永远拢感觉咱足枵的，咱嘛毋满哪想过骄傲，谦卑咱的心 stay foolish， 就亲像歌词讲的，我们永远拿落切切天无天水，我们独独行无其意。虽然这个世界所追求的成功、自信是无啥共，总是咱改变咱的心境，也要伫上帝的听内底得到永远的福气，才甲咱用拿落天无天水。